最近後台真係炸咗窩，全部都係問日本核問題嘅朋友。刷到日本新聞就心大心細嘅朋友舉個手，係咪都喺度估日本呢家係偷偷整核彈，定係早就整好咗？講真，你哋有呢啲擔心太正常啦。睇下日本呢一連串操作，邊一步唔係鬼鬼祟祟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先睇東電嗰波操作，柏崎亞與核電庵要重啟，當地居民抗議到聲都沙埋，東電完全當冇到，鐵咗心要將核反應堆重新點燃。再睇日本手頭上嘅核材料，分離囤積量超過47噸，大家仲記唔記得長崎嗰顆小胖子？核心裝約先至幾公斤咋？理論上47噸可以整幾多核彈？6000枚。呢個數字直接超咗中國，差唔多趕上美俄嘅射傳量級。更離譜嘅係日本政壇啲鷹派，以高市早苗為首嗰班人，以前仲遮遮掩掩，到咗2025年底，簡直係攞住大喇叭喺街頭嗌無核三原則已經過時啦。要同美國傾核共享，一定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。將呢啲事串埋睇，係唔係好似一場精心策劃嘅核武佈局？唔怪得有人話日本呢係想借住核電嘅名義暗度陳倉，用47噸一夜之間整出幾千顆核彈，擺脫戰敗國嘅枷鎖，攞住核按鈕同中美俄平起平坐。但我要潑盆冷水，日本呢啲核野心喺5大常任理事國眼中就係一場着住皇帝新衣嘅裸奔。唔好話整6000枚核彈，就算佢令裸屍嘅動作大啲，美國老豆都會第一個衝上去斬咗佢隻手。點解？今日我哋從技術監控、霸權邏輯、地緣死局3個擁度，將呢件事爬到一清二楚。首先，先戳破嗰個流傳咗20年嘅神話，裸屍都核大國。網上都話日本技術天下第一，工業基礎完美，核材料又夠晒，核彈零件早就分散喺民用公庵度，首相一聲令下，領上裸屍就係核武大國。引起上嚟係唔係好似好萊塢大片？但係喺專業軍事同情報視角下，呢啲根本就係對現代科技嘅侮辱。呢唔係高估日本，係將佢神化咗，仲將五常嘅情報機構當盲公。製造核武器唔係組裝樂高，亦都唔係喺實驗室度搖燒杯，呢係一個龐大、高耗能、特徵極其明顯嘅工業過程。日本而家就好似喺全透明玻璃廚房度煮飯，外面圍滿咗攞住高倍望遠鏡嘅美國 CIA、俄羅斯特工、中國情報人員，佢動下手指，外面都睇得一清二楚。先講下嗰47噸，呢啲係生米，唔係熟飯。日本嘅絕大部分都係從核電庵廢料度提取嘅，裏面嘅240同位素含量超高。呢意味着咩？意味着佢極不穩定，雜質又多，好容易早爆，仲未丟出去就自己炸咗。想將佢變成武器級，你以為咁容易？雖然唔使離心機，但係需要更顯眼嘅再處理公庵，要起巨大嘅萃取塔，處理高放射性廢液，呢啲唔係地下室可以搞掂嘅嘢。呢種公庵嘅熱輻射化學排放在衛星眼中，就好似黑夜裏嘅火把一樣耀眼。更關鍵嘅係供應鏈監控，日本提准材料需要嘅特種設備、抗輻射材料、工業軟件，絕大部分源頭都喺美國或者美國盟友手上。大家仲記唔記得2010年嘅陣亡病毒？伊朗核設施物理隔離唔聯網，美國同以色列照樣將病毒植入去，令幾千台離心機癱瘓。呢說明咩？美國對全球敏感核設備早就留咗後門。而日本嘅工業軟件、底層架構、核電庵控制系統，全部都係美國標準。對美國國安局來講，搞伊朗仲需要寫病毒攻堅，睇日本就好似入自己後院，輸個管理雲密碼就可以登錄。喺呢種盟友體系入面，日本嘅工業核心對美國來講冇任何秘密，情報官混飲緊咖啡就可以知道，日本人喺玻璃房裏係整壽司定係整核彈。就算日本天賦異稟，躲過監控將彈頭組裝出來，有用咩？冇用。
未經核試驗嘅核武器喺戰略上等於零，因為冇人信你敢用，你一定要試爆。但而家衛星滿天飛，你拎去邊？地下、水下都冇用。特殊嘅地震波形同泄露嘅放射性氣體根本拎唔到。只要日本敢試爆，3分鐘納地震波數據就傳遍全球。3天內美軍大氣採樣飛機就會喺日本下風口拿到鐵證。所以日本想借核電啱偷偷整核武，喺技術上就係徹頭徹尾嘅偽命題。肯定有人會話，佢唔會係美國幕府嘅？而家中美角力激烈，美國想利用日本消耗中國，借刀殺人，嘔虎吞狼，幾方便啊？呢個觀點聽起上嚟合理，但其實完全唔識美日同盟嘅本質。美國對日本嘅控制，靠嘅就係嗰把核保護傘。表面上係保護，實際上係鑲住金邊嘅鎖鏈，死死勒住日本嘅脖子。我哋做個兵棋推演，如果美國允許日本擁有獨立核力量，會發生咩？美國將面臨3個承受唔起嘅後果。第一，保護費點收？罪5點大。美日同盟嘅基石就係日本冇自保能力，必須交出防務主導權，換取美國保護。講白咗就係當聽話嘅提款機，每年上繳幾十億美元保護費，仲要高價接盤美國過時裝備。如果日本有咗核彈，腰骨硬咗，仲會甘心當海子咩？恐怕即刻就翻臉。呢對美國軍火商同財政來講係唔可以接受嘅損失。更可怕嘅係，駐日美軍仲留得落嗎？一旦日本擁核，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會瞬間高漲，要求美軍撤離嘅聲音會壓過一切。如果美軍被逼退守夏威夷，美國對第一島鏈嘅掌控力就會瞬間崩塌。為咗讓日本當炮灰，把自己喺亞洲嘅大本營弄丟咗，呢種食本生意，美國人精到極，絕對唔會做。第二，美國人骨子裏根本唔信日本。大家仲記唔記得歷史上偷襲珍珠港，把美國拖入二戰嘅係邊個？係日本。地球上唯一被美國投過2顆原子彈嘅國家係邊個？都係日本。而家美日表面襯到好似兩父子，係因為日本冇辦法。一旦日本軍國主義抬頭，恢復戰爭機器，手上又攞住核按鈕，你估佢哋最想報復嘅對象，佢唔會包括當年投原子彈嘅美國？喺華盛頓精英嘅潛意識入面，防日本從來都係美日同盟嘅隱藏任務。俾曾經對你捅過刀嘅人帶上真槍，呢唔叫嘔虎吞狼，叫自殺。所以2025年底，無論高市早苗點賣，無論右翼點跳，美國國務院嘅態度始終凍到似冰塊。日本應遵守 NPT 義務。翻譯成人話就係鎖連鎖好，唔好亂咁叫。我會保護你，但你唔准自己搞核。第三，就算日本發癲，唔理美國反對，要過技術監控強行整出核彈，就安全咩？就成正常國家咩？嗰先係日本嘅滅頂之災。呢度要講一個殘酷嘅地理概念，戰略重心。大國之間嘅核威懾，靠嘅係地大物博。中國嘅東鳳，美國嘅民兵，俄羅斯嘅薩爾馬特之所以可怕，係因為就算你炸平我嘅沿海城市，我廣闊嘅內陸腹地依然可以組織反擊，把你衝地球上抹去。呢叫相互保證毀滅。但日本呢？一個狹長嘅島國，處喺地震帶，四面環海，1億幾人口，核心工業、金融中心，高度集中喺東京、大阪、名古屋呢幾個狹小平原上，全境仲有50幾座核電庵。喺核戰爭邏輯入面，日本呢唔叫核威懾，叫着住自殺式炸彈背心。一旦爆發核衝突，最先毀滅嘅就係日本。更要命嘅係，日本仲會面臨中美俄聯手搞晒。大家要搞清楚底層邏輯，中美俄平時吵到面紅耳赤，但喺禁止小弟擁核呢件事上，立場絕對一致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不得不回頭睇歷史，呢簡直係黑色幽默般嘅宿命。
日本係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被核武器轟炸過嘅國家。廣島長期本應係反思戰爭、追求和平嘅警鐘，但遺憾嘅是，慘痛嘅歷史資產令某些日本政客產生咗扭曲嘅補償心理，佢哋覺得自己係受害者，只有把負二變成正一，日本先可以挺直腰骨，變成所謂嘅正常國家。但現實係，日本戰後可以迅速崛起為經濟強國，好大部分原因係因為被迫放棄咗進攻性軍事力量，專注於經濟發展，仲搭上咗國際貿易體系嘅順風車。如果執意擁核，佢將失去呢一切。如果我哋只以為日本係因為怕先至叫敖擁核，那就太少睇呢啲政客嘅算計啦。日本而家不斷插嘴台海問題，試探核武攻線，真嘅只係為咗自保咩？背後藏住一個更陰險嘅借刀殺人計劃。我哋先睇日本嘅算盤，日本就好似被鎖鏈鎖住嘅角鬥士，佢好清楚，要掙脫美國套咗70年嘅戰後體制枷鎖，和平手段冇用，唯一嘅機會就係天下大亂。日本叫敖擁核，挑撥台海敏感神經，真正目的只有一個：引戰。佢想激怒中國，把美國拖落水，製造中美直接對抗。只有當中美兩個巨人打到兩敗俱傷，日本呢個充足國先有機會趁亂翻身，徹底變成擁有交戰權嘅正常大國。再睇美國嘅狗獵，花盛毒嗰班精英睇唔懂咩？當然懂，但佢哋心態極度矛盾。美國而家嘅如意算盤係把日本打造成亞洲嘅烏克蘭，希望日本強硬啲，頂住中國壓力，最好中日發生代理人衝突，消耗中國實力。美軍只要喺後面帶刀，唔使親自落場。所以美國對日本係怕佢唔夠強，又怕佢太強，既要呢條惡犬去咬人，又怕佢長出獠牙後反咬主人。呢就係美日同盟最尷尬嘅信任黑洞。最後睇中國嘅應對，面對美日嘅雙簧氣，北京睇得比邊個都清楚。中國嘅戰略非常清晰，既唔想同美國攤牌，又唔想被日本帶節奏，核心利益只有一個：任泵風浪起，穩坐釣魚台，推動台灣和平統一。而家美日都喺揮舞紅布，想誘騙中國呢頭牛衝進陷阱，逼中國過早出手。如果中國沉唔住氣，就正中佢哋下懷。所以中國而家表現出極強嘅戰略定力，任憑你風吹浪打，我自堅挺信步。北京嘅邏輯好簡單，要麼和平解決，要麼雷霆麥昆，一戰定乾坤。各位朋友，呢就係目前嘅東亞殘局，日本喺島國運，美國喺走鋼絲，中國喺磨利劍。對於日本右翼來講，核武器或苦係夢想中的神器，但現實中嗰更可能係引爆自身毀滅嘅導火線。喺巨人嘅棋盤上，任何試圖小鬼當家、操弄大國衝突嘅行為，最終列局只有一個：成為棄子。好啦，今期影片就到呢度，大家覺得日本夠唔夠膽唔理美國反對搞核武啊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期見。